兄弟平安。咱礼拜时间阁有3分钟啦吼，咱阁一遍，咱甲咱的手机啊，来去禁客，还是禁好静音吼，莫影响咱今日整个的礼拜。所以咱用准备心啦吼，来用感谢甲祈祷的心吼，来听候咱今日的42周年，咱教会。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目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用赞美来开始。我们不止在星期日要来赞美，我们每一天都要来赞美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赞美。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对我的烦恼，予我袂离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对我的烦恼，予我行离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再一次的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可以
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你的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的来我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千里。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神在，神在，全地长，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我座上。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是神。你
能生，永远在保。来对他唱圣哉圣哉。神在，神在，天地长，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愿所有荣耀归于他。大家请坐。这是像咱起立，用新的概念来信用告别。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个落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这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呢，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感谢学了你，因为你的下面用你无罪的血来洗清阮每一个人的罪。我既然相信你的人，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会当搁向主和好，会当做上帝你的囝儿。求主了时时刻刻会当互阮记着主你的恩典，互阮谦卑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常常用祈祷、用读经、用智慧甲关怀的心，互阮的心灵让咱得到平安。我伫今仔日也伫这个所在，你来庆祝主你的恩典，甲用喜乐的心来庆祝阮教会伫这个所在42周年的庆祝的礼拜。我感谢过去主你的恩典充满伫这个所在，互阮的前辈会当用因的信仰、因的好的见证来做出光甲盐，甲你的福音传播伫这个所在。互侪侪人来得到福音，来成做主你的学生。阮伫今日开始，伫43周年，你也共款求主你的智慧甲你的恩赐，伫阮每一个的身躯顶，我每一个人所得到你遐来的恩赐，会当好好的来管理教会，会当好好伫教会伫主你的圣工来努力漂拼，会当每一个人。肢体会当连调伫主你的身躯，合一的心会当为着主你的圣殿来祈祷，来荣耀主你的名。阮也伫这所在来为着这疫情的因素，阮有侪侪兄弟哭促，无法度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但是求主你也透过这网络，也是侪侪方法，互因伫迄个所在，共款白白得到主你的恩惠、甲力量、甲智慧。互因伫迄个所在会当来敬拜你，同时或者疫情会当紧紧来得到控制，互阮会当恢复伫正常的日常生活。求主你的灵也运转伫这个圣殿，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拍开心门，专心听主你的话，用你的话当做阮路上会光脚前的灯，互你的话会当当做阮伫阮日常生活的准则。阮来感谢祈祷。一切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咯，我主是我的牧者。
这是咱看上帝话，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90。第40，伊是活石，互人弃杀；若是互上帝拣选担当，你就quyền伊也親像活石，去做新靈的厝，最聖的祭司班，來獻新靈的祭。對耶穌基督會互上帝歡喜接納的，因為聖經有記載講：看啊，我用所揀選、所擔當的出角頭，要緊的石下佇順城，信伊的人不得見笑。安尼，迄個寶貝是歸佇你信的人。若是佇遮個無信的人，就起厝的師傅所棄殺的石，將做厝角的頭塊石。又講，做跋倒人的石，壓着人的石盤，伊無順坦道理來跋倒，會到安尼是本定着的。獨到你是揀選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國，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你傳播迄個調你出黑暗裡的美妙的光的好德。這是咱請就牧師來證道。今日題目是將教會建造佇磐石底。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因為教會已經徛起42年，今仔日開始就愛往43年來前進，所以咱大家就愛有一個歡喜的心。咱知影上帝甲咱鬥陣佇咧，上帝伊的聖神要充滿着咱每一位，所以咱大家會當繼續為頭前的迄個標杆來奔走。以下我要用華語來做證道。咱先來聽一個故事，有關於建造所羅門的聖殿。在聖殿的建造時候，有一個預言，那建造說，在聖殿裡面需要的石頭，那有一個石頭在附近的礦場上被預備好了，所以就挪到聖殿去。但是挪去聖殿這個石頭呢，它這個材的大小呢，跟其他的石頭不太一樣，所以呢，工匠看來看去，認為不能夠把它放在聖殿裡面，所以就放在這個嘎嘎角，放在角落。結果日子一久，它風吹雨打的時候，上面就生了很多青苔，然後都沒有人去注意到。可是呢，當聖殿要接近完工的時候，這個工匠又準備了一塊若干的一個石頭，要放進去最後那塊石頭的時候，那個重要的石頭就發現不合。他就想說，不對啊，設計圖裡面有這一塊啊，那這一塊要放在最重要的部分，結果不合怎麼辦呢？會使整個聖殿都倒塌，所以就去問石頭的工廠的這個工人。工人說：“我早就已經運過去了，那你們這個不知道為何它下落不明，是被你們丟棄了的嗎？”所以當工匠這樣子再尋找過一遍之後，發現到這一塊最重要的基石竟然被丟放在這個城的這個角落裡面，不被注意。所以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說，主耶穌第一次降臨的時候，他向以色列民顯現，但是以色列人不在意，把這個最重要的房角石丟到旁邊去，讓它風吹雨打，讓它不被看重。特別是以色列的領袖們。所以我們講，我們做領袖，不管是什麼團體，我們做領袖的，我們要小心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塊重要的石頭被我們輕忽掉了。所以接下來我就要用這樣子的一個石頭來解釋教會怎麼樣在建造在磐石上面。當彼得前書2章，我們剛剛大家有讀過，思慧有為我們念過之後，我們知道這裡講到的石頭跟我們所認知的石頭稍微有不一樣。這裡的石頭是叫活石，所以活石是誰？是耶穌，主耶穌是活石，使他來到活石面前的人
都要被他建造成为灵宫的活石。所以活石为什么叫活石而不是叫石头？因为它有生命，它有生命力。主耶稣不但自己有生命，也使凡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都得着生命。所以他是生命的粮，又是生命的活水。所有来到他跟前的人都可以因着就近他得到活泼的盼望。所以他固然是被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可是这个匠人指的是谁？就是指犹太人。而这个活石虽然是犹太人所不认识而丢掉的，但它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有两等，一等是犹太人他的看法，他把神所看为宝贵、神所看重的，把它丢弃了。可是这个丢弃的这块活石，却被这些外邦人所看重、所建造在这个活石上面。所以神所拣选的，就是神在万事之前所选定的。神要在所选定、所看为宝贵的这样子的一个尊重、这样子的一个珍惜上面，他要来看这块活石怎么建造我们每一个上面的人。所以我们在上面建造的人，我们是属神的，是神的灵宫。在活石上面建造那样的灵宫，那这块活石就是我们的灵奶。我们饮于这样子的一个活泉，这个供应是信徒成长的一个源泉。所以当我们建造在这块活石上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样子源源不断的灵奶的一个供应，它使信徒成长，它又是活石，我们也从此从活石得着生命。我们还没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建造在活石上面，是一个有盼望的一个基础。从盼望之上，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开始发芽生长。所以这样的一个发芽生长，就是在主建造这样的圣殿里面，因为他在，因为他是活石，彼得便自己从这样的一个主，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石头。彼得不是活石，可是彼得是建造在活石上面的石头。所以这个石头，因为这个活石，圣经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酒盘磐石来表征这块活石的重要性。所以活石呢，它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说明它的身份跟它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在旷野被击打的磐石，永生的水从它的那个里面流出来，凡渴的人都要来喝。所以我们知道，凡就近耶稣的，你就因着近耶稣，你得着永远不渴的活水泉。第二个是房角石，教会建立的根基就是这块活石。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懂得把这样的活石放在教会建造的第一块石头上，那教会就稳固，它不会左右动摇。他知道教会是因为有活石在这里面，我们教会被建造起来，能够得以成长，得以茁壮。再来第三是犹太人的绊脚石，也就是明明它是活石，可是却为什么绊倒人？是因为人不认得它，人这个撇弃了它，人不把重要宝贵的当作宝贵，所以呢，它就成为了犹太人的一个绊脚石。然后我们看到是主再来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房角头块石头。所以房角石跟绊脚石都有石头这两个字，但是一个是帮助人稳扎在这个磐石上的，另外一个是绊跌人，让人因此跌倒的。所以以色列民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他呢就像那个偶像一样的这个眼瞎。因为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在寻求这块活石。
所以从我们建造神国度的计划来看，它是粉碎一切属世权势、权力遍满天下的一个石头。这块石头有多大的权柄，要让这个世界动摇，要让属神的百姓站立，要知道他再来的日子很近了。所以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就是审判世人的巨石，掉在谁的身上，便要把那个人，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扎得粉碎。所以复活的基督成为了属灵教会的基石，也就是活石。那么我们就要认识到有3点。第一个是教会应该把基督跟他的话语奉为最高的权柄。我们在教会里面进出，我们若没有尊重神的话，我们不知道来此做什么。我们没有尊重基督是这个教会的活石，我们不了解我们被建造是在很稳固的基盘上面，那么信徒他就会摇摆。所以信徒应该效法基督，并且保持与基督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信徒若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建造，那么离开教会就很难持守正确的信仰生活。所以这3点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基督当做圣洁的祭司，那新约的圣徒就是借着神的恩典跟基督完全的赎罪的事工，不再需要任何人做中保，就能够直接的来面见神。所以这是基督成为我们活石的重点。当我们被建造在基督之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来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呢是为你为我把那个幔子裂开。为什么幔子要裂开？就是让我们可以从裂开的幔子当中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直通往神的道路，不需要再借着任何的祭司。所以凡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或男或女，我们都享受有直接面见神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是有福的信徒，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祷告就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基督他已经洗去了我们跟神中间的那样的一个罪的拦阻，使我们可以直接与神来面对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恩典。当我们与神直接面对面的时候，神他是一个洁净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告诉我们，圣洁圣洁，我们就知道我们若不圣洁，不能来见主面。但我们来见主面，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污秽肮脏已经被这位主所洗涤，这个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前来敬拜这位神。再来，我们看到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乃是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因为这一块奠基的石头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而且最重要的位置上面站稳。所以你们来到主前，也就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宫字这个字我们看到它就是房子的意思，在别的地方圣经都翻译为房子，只在这个地方却翻译成为宫。这个属灵的房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活石。那个活石的意思不是叫死的石头来建造起来，乃是一个活的不断有生命力增长的一个石头。所以彼得也就是被这块活石所堆砌起来的。彼得呢，他本来他是一个石头，我们说它的原文是 petros， 它呢是石头。可是呢，耶稣吩咐他说，你要建造在这样的一个活石上面，就是 Petra 上面。所以那个 Petra 就是彼得要在这样子的活石上头能够被建立起来。确实我们也知道，后来的彼得真真实实的是被建立起来，他的生命经过挫败
屡次的挫败之后翻转，在翻转之后的彼得已经跟过去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信主，这一个人就是神所居所中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若没有下头很稳固的这样活石把它堆砌起来，它是会随风被吹散的。而它被建造起来，也不是只有它一个被建造，还要跟其他的石头一起堆叠上来，才会建造整个灵宫，建造整个圣殿。所以宫，我们或者是说殿，在原文都是同样的这个字。而以色列人所失去的这个殿，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宫，灵宫，是我们因此建立起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建造在神活石的基础上面，一方面是叫神得着安居，而得着人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一方面也就是那些侍奉敬拜神的人。所以我们人也是这里所指称的石头。我们若在教会里面要被建造，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彼此成为活石的人。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旧约记载以色列民都通过祭司来间接的见到神，但是新约时代每个信徒跟他联合的人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中间的一个工具，能够引导别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完完全全的来到主的面前，不必借由其他的媒介，就可以直接的来面见神。所以信徒怎么样的能够做成祭司呢？信徒做成祭司有几个要项。第一个就是做神圣洁的子民，有神和大祭司基督那样的一个圣洁。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神跟大祭司那样的一个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财物，献上我们的善行，献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当献上这样自己的时候，还要知道我们要为人代求。所以活石，当我们知道活石就是为人代求，成为中保，那么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让我们能够因为代求的关系，我们呢已经被耶稣完完全全的这个带领到父神的面前。耶稣说该当的罪他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照着他的样式，我们也要把人完全的带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就要做家庭的祭司，把家人跟邻舍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当旧约时代的这个还没有设立祭司的制度时候，它是用家为单位，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祭司，就是这里的家长。当这里的家长要把全家带到那个神的面前时，来到了新约，这个家长是谁？就是我刚刚所指称的领袖。领袖呢，要把你所带领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领袖很轻易的、很轻忽的这一块活石，把它当作我们家的基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这样子的祝福。所以我们做领袖的，不管你是在家里做领袖，在教会做领袖，或在你其他的公司行号里面做领袖，我们都一样。我们要很看重我们的这个建筑，我们的整个团队是要扎根在这样的活石上面，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向上开花结果。所以当家长若是这样的一个祭司，这样子的一个活石，我们就要带领我们的家人一起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你就是那个重要的这个祭司，你是这个家的这个带领者。你要看重家也可以建造在活石的上面，你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被活石建造起来的圣殿，就是灵宫。所以这个灵宫
是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无形建造的一个基石。当我们知道这个基石匠人所弃的石头，被不信的人所丢弃，所以我们就要小心被不信的人丢弃的时候，那这个匠人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匠人。他在诗篇118篇里头写的就是当世代的那个列强，像亚述、巴比伦还有马太波斯等等这些列强，他们呢不看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些强国丢弃了犹太国的这个重要的基石，因为犹太人自己也不相信，所以他们视这样的石头为无用。可是神将这被列强所丢弃的石头做了房角头块的石头，所以神是让这些被轻忽的重要的人物重新的浮出水面，重新的站稳他的脚步，重新的成为建造房屋的根基。那么神重新做这个事，就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再一次降临在人世间，彰显神的荣耀与恩典。耶稣是第一次来，可是耶稣来到地上之前，神早就已经在创世的时候，耶稣参与在创世其中，但这旧约并没有明显的写明。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地上说，那差我来者的父让我能够来到这地上降卑成为人的样式，那我们知道有降卑就有升高。他过去的他是在高天之上的神，当他愿意此刻来到地上降卑成为人的样式，那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在地上已经做了我们最根基的房角头块石头的样式。所以彼得认为耶稣他所说的这个话，在以赛亚书8章14节所说的那意思，就跟他所说的很类似，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就是不信他的人会遭受到那样绊脚的一个结局。所以谁成为我们的绊脚，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石头而跌倒呢？乃是不信，而不是这个石头本身，是因为我们的不信使我们绊跌。但是这一块石头，彼得认为它呢是匠人所弃，但是神升高的石头。所以耶稣时代的匠人，他是法利赛人、文士跟长老，这一等人都是指称的匠人。他们杀了耶稣，正如匠人把一块重要的石头抛弃掉一样。但是神却高举耶稣，神让耶稣成为万人的救主，成为教会的头块石头。彼得自己也是因为这个石头，彼得那个石头就顽固的石头就翻转了，他不再顽固不明。彼得整个石头因为建基在这一块活石房角石上面，彼得再也不像过去的彼得，他乃是真是被活石翻转过来之后的视死如归的这个祭司，是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榜样。所以彼得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样子的一个翻转，让我们看到今天主就是活石，教会已经因为这个活石放在教会里面，教会被建造起来，成为灵宫，成为属灵的圣殿，成为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居所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都是另外一个的彼得。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建造过程当中，我们要被活石翻转。我们的里面有没有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里面有没有这块房角石安定在我们的心里面？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房角石上建造起我们后来的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建造成为另一个彼得，建造成为另一个许许多多的使徒们。所以当你来到了活石的面前，你一定要信活石是你的房角石。我们信神，我们就要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神所说的话，
若是我们不信，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绊跌人。我们不顺从人，在这样不顺从，使得人在这样的一个道理上面成为了绊跌。那么在彼得前书在这里呢2章8节里头说，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所以我们呢，若这个会让我们绊跌，只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不信。我们的信心会让我们能够支取神的力量。相反的说，我们的不信会使我们绊跌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所以说预定这两个字，预定这两个字很奇妙。有人说，凡在道理上绊跌者，都是神所预定，像信徒是神所预定的一样。又有人说，不然，神只能预定人得救，不能预定人不得救，绊跌，或是神任凭人妄用自己的主权，是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正确的答案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是神预定的道理从来没有向未信的人来说得救。神预定呢，就是预定只能人得救啊。那刚刚所说的这个神只能预定人得救，那个能要把它挪掉。神只预定人得救，不预定人不得救。这是预定论里面所谈到的。但是你要怎么解释呢？就是神预定每一个人都在得救的行列里面有份，除非你自己不要。所以我们都说，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信有神，且赏赐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得着，因为神预定我们能够得着。所以当神预定我们可以得着的时候，我们在得着这样的一个神所预定的恩典的同时，我们在彼得前书这个跟使徒行传的对照之下，我们就看到在罗马书跟那个以弗所书的预定，就是这个字并不是这个预定我们所想的那个预定定案，而是那个被放置，那个放或是置的意思。那我们呢，如果用这两个字放置，那就是如果放下去一块东西，你可以踩在这个东西的上面跨越过去，还是你可能眼睛没有看到就被那个石头那个东西绊跌了。所以我们都应该要看到那个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那样子的一个活石，那样子的一个灵宫。我们看到了那个活石的重要，我们踩在灵宫的那个上头，我们就被建造起来，成为灵宫。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乃是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凡事要建造在这一块活石上面，我们就真得着神所给我们的预定。神预定我们每个人都得着这样的救赎恩典。所以结论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哇，很感恩，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每一个被预定的人，如果你回答的 yes， 你都被拣选。你被拣选，族类表示什么意思？族类表示一大群人他的集合，而集合有他们特殊性，有他们一起敬拜神，彼此的建造的那个习性。所以信徒乃是一种族类，我们称为被拣选的族类，是一切蒙拣选着他的集合体。所以当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群人就是在一起预定要得救，并且呢一起彼此建造，来建造神的灵宫的。这样子的一个灵宫，就是让我们知道你我都已经得着，在信心的行列里面，我们一起同行。要注意，这里的被拣选乃是一种他们存有特殊的目的性。按照约翰福音15章16节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
但神拣选的人跟他没有拣选的人，这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信与不信。所以当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就是指在不信的人身上，这个石头就成为了他的枷锁，成为了绊跌他的东西。所以国度是表示一种权力的范围，世上的国都是不顺从神权柄的人，在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建造过程当中，它自外于建造之外。所以教会在世上应该成为神施行他权柄的一个国度，所以让神能够在教会里面建造你，建造我，使我们被建造成为这个国度的好公民，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个见证人。所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用黑暗来代表罪恶的方面，说罪恶的部分就是黑暗，而光明就代表着神的国度。所以世人被圣经称之为黑暗之子，可是你我知道神称我们什么？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能够一点一滴的被建造成为灵宫。神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这样我们这些被他所召的人，当然应当彻底的与黑暗断绝，要进入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入奇妙光明就是进入神的光明当中。神是毫无黑暗，神他绝对的光明。在约翰一书1章5节里头就讲到了神的光明，让我们能够彼此都被光照耀，而且神能使一切在他里面的也都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荣耀族类，要进入到神预定的光明当中，而且去帮助别人能够进入到耶稣里面，也成为光明之子。因此让我们为着这个42周年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感谢神，把我们带进到光明里面，使你使我们本来不是光明，是黑暗的，今天都因为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成为了光明之子。我们能够影响周围的黑暗，能够把黑暗变成光明，因为你在其中。因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当神在你的心中点燃你心中的这样子的一盏灯，使你为着黑暗的缘故能够放光，那么我们就要珍惜这样的光，因为知道这个光就是活石，这个光要带给我们生命的建造，使我们因为有活石在我们心中，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殿，成为圣灵的宫。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灵宫，你帮助我们教会已经建造了42年，让我们相信在继续下来的时间，你也会与我们教会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这块活石上面能够被建造成为灵宫。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欢庆在这样的一个节庆里面，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荣耀，使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在信心当中成就一切，使一切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身上，也保守我们教会继续的往前行，使我们带来你的光要照亮全世界的喜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求，阿们。咱请双联团客来做伴奏的乐乐。
续，咱请主任学来学了，主任学了的时阵，较请陈国旗长老来介绍咱的教会。先主任学你先说主任学。主任学可以稍等一下吗？还是主任学先？主任学先好，来啊！我主任学先好，因为主任学已经来了伫遮已经准备好，来请。继续，咱来请陈国义长老来，咱做些教会介绍了哈。最好针对我们42周年来整个教会的严格，跟教会各团契有哪些重要的一些活动来做一个介绍。请熄灯。
拄啊吼，咱会摆迄个放钟，先放钟完以后交给主日学吼。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艺术啦吼，就是讲教会底下42年了他们用感恩的恩典将接下来就传承给下一代吼。那我们更应该为他们来再鼓掌一次也感谢神吼好了，你教会底下有40年的时间啦吼。好了，那简单来介绍教会吼。教会伫42年前吼，才来设立吼。咱的教会是北中三联部教会因为迄阵咱要成立堂会，有一个教会做咱的牧会所以宣布教会派2位长老来咱教会帮助咱怎曾建兴牧师吼等那长老迄个黄长老2个吼伫咱中间咱迄阵搭日本定定有来往吼，所以咱有搭日本的明章教会吼搁泰山教会做姐妹教会啦吼明章教会牧师吼，伊就派一个神伫咱教会吼。咱一开始是为了陈进孝长老吼，直接来开设。阵是有一个迄个机构叫做 World Opportunity 吼，国际世界机会，它也连类似于咱即摆红十字会共款，一个国际的世界组织吼。迄个咱有聘请迄个东华南牧师吼，伊是迄个孙家教牧师的囝婿。伊带因太太玛丽安吼，伫遮为英语开始来讲道，所以咱一开始咱是用英语的主日崇拜，毋是台语，嘛毋是华语，是用英语。因为说啦，咱的边有迄个中兴大学法商学院，阵要读英语吼，很不容易。迄阵无像讲咱即摆真侪啥物迄个英语补习班，迄阵头名是甲梅尔顿美语啦尔。所以要学英语，唯一的方法就是讲，可以到教会来带英语查经。咱迄个德恩兄迄阵嘛伫遮来读英语，所以他现在去美国留学吼。迄阵播下很多的种子很多人在这得到帮助。阵咱伫1982年要成立时，咱就同会，因为咱是伫刺青中会，所以台北中会他就没办法担咱教会，伊就做牧会，所以咱有请三位教会陈福主牧师做咱教会议长。伫7月1983年，咱并做正式的堂会吼。咱阵第一任咱有请张金祥牧师吼做咱首任牧师。迄阵伫暖暖教会伫牧会吼，伊教任咱有在叶老师因去暖暖教会。早起我感觉讲张牧师他真的很认真吼。牧师娘也都为教会帮忙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就请他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迄个建立教会吼。他后来又到敦化教会去，刷了要请林昭仁牧师吼，伊的弟弟林昭义已经伫双联部教会做牧师，所以请因哥哥来咱教会，所以就是有很好的关系吼。除了说母子教会，也是兄弟教会吼。咱伫1998年有设立金生奖学金，而且金生奖学金是咱叶文辉长老吼，因为伊的爸爸过世以后，因为纪念伊的爸爸将伊的一寡迄个。伊迄个费用遗产捐出来成立金生奖学金到今嘛，他还来帮助我们教会很多主日学学生，伊要鼓励让我们主日学学生能够好好读书，除了在信仰之外要有很好的见证，所以设立一个金生奖学金。刷了，咱伫2001年雅歌园就是未婚基督徒的联谊会，林牧师他很热心，他收集了很多除了长老会以外，还有别的教派的迄个。年轻人他的资料假如说你想结婚找不到对象，可以来找他，他就帮你安排到2007年，咱敬天牧师他进城退休现在都在等水咱搁刷落去过3年了，咱聘请陈怡志牧师伊阵是在高雄新兴教会，他很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帮忙所以伊阵就来。咱第2年咱就成立一个夫妇团契咱因为咱已经甲迄个。妇女团契的人真侪男生在边在看所以就决定给他合并成为夫妇团契。迄阵牧师伫遮有设立一个3福的训练营咱就请士林教会队长来咱教会带咱帮忙结训了，咱有颁发证书给伊所以摕到头前的就是已经有拿到证书的希望说接下来我们也要将这种3福在我们的幸福小组来使用
啊，那伫2013年9月特别增加一场的华语礼拜，因为有看很多学青，就是说听台语不是说很清楚，啊，希望说有华语的帮忙，所以我们就增设了一场华语礼拜。啊，2017年达姆苏离开咱教会，啊，伊去双元教会来牧会吼。啊，2017年之那，咱教会会成立华语礼拜，其实也跟民生教会也有关系。啊，阵那迄个林清朗牧师到牧师娘吼，因发现说，他们民生教会也要聚会，因为教会斗落去，啊，所以他们就找一个地方，啊，我们就很愿意跟他们配合，他们就来我们教会。啊，没想到他们就一来以后，就已经定居在我们教会吼，那对我们教会帮忙很大。除了他夫妇2个以外，他们全家大小都来帮忙我们教会，很谢谢他们。啊，后来就是说林牧师他年纪比较大以后，我们这时候教会没有牧师，刚好蔡崇义长老他愿意来到我们教会来帮忙他真的很谢谢他哈。啊，因为他以前曾经在我们教会，在他读书过程以后，他开始入社会，他在我们教会来帮忙圣歌队，所以他愿意再回到我们中心教会来帮忙我们。啊，2017年我们就开始成立社区班哈。啊，咱开始进行是有卡拉 OK 班哈。啊，有卡拉 OK 班，我们很多的朋友也都来参加。啊，我们做了很多年。那因为后来像疫情的关系，后来就是说声音比较大，那会吵到邻居，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就稍微给他停一下。那我们那时候播种的种子，我们现在都已经有看到成果哈。你看，我们有看到王胜和弟兄啦，哈，美女姐妹啦，他们以前都是卡拉 OK 的，他们我们也拍手谢谢他们，欢迎他们哈，然后也都来参加我们而且还参加我们的圣歌队哈，所以我们真的很感动他们哈。啊，我们接下来就2011年有个社区才艺班，那我们就正式加入七星中会社会团体关怀协会哈，啊，成为我们的教会据点。那我们最早是由叶文辉长老来帮忙协助。那后来叶文辉长老受助经调等去了，那就把像严志宏长老一段退休哦，接下来就真的是工作，那谢谢严长老了哈。好，接下来哈，我想最主要讲到建堂的事情哈。我们在42年前，我们是世界机会决定在这个地方成立哈。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说讨论要建立教会，而是说先推展一些英语的事工。那后来渐渐的有郑长老啦哈。李碧这啦哈，叶老师他们都渐渐来到教会聚会，那我们就只好变成成立一个教会。那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门哈，这是后来的。我们最早的门是现在的，我们看到红布条那个地方，红布条那个地方，那是我们门是从进来。那讲台在哪里？讲台就在我们的左手边哦，所以教会很浅，可是很广。所以路经过，然后东早无说你讲啥，他只要不进来，站在门口都可以听得到。那后来就因为我们就是说要更庄严，就改了一个方向哈，那我们就成立这样子哈。那我们刚始的时候，这间教会以前是一个医院，不是当教会，而是医院啊，就是那个我们的处众郑长老他们当做医院，后来他们到日本去，因为后来日本有需要医生退休的医师，他们就到日本的横须贺去那边开医院哈。那这个地方就给一个德国的宣教士来做学生工作。那后来那德国宣教士的学生在这边呢，因为有一些问题也可能有抽烟或者说行为上被人家指控后来就是说他就给他关掉了，那就没有继续。那后来就荒废了很久。后来就是说国际世界机会要成立的时候，就到这边来看，他愿意就让给我们来使用。那个房东他很好，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收我们的房租费。而且说好了没关系，就是说你们教会需要什么，他来帮忙。那甚至就捐献了我们这个钢琴，我们前面这个钢琴也是我们的房东捐献的，在当时是10-20万的，很贵的一个很好的钢琴，可是他都一话不说就捐给我们教会来使用，所以我们也很谢谢他。那后来慢慢我们就说这样很对那个房东很不好意思，我们就给他收一点的，请他收一点的房租费。后来就收一点，后来因为房价的上涨一下飙得很快。大家就说好，房租就调整为3万块，在当时的3万块，结果我们一租了40几年，都给人家3万块，那他都很乐意来捐献，因为你3万块缴房税，这个已经都不够了哈。那到最后，我们的房东许长老他过世以后呢，接下来他的儿子跟女婿接续，那我们教会发现说，我们要赶快来把它买下来，假如不买下来，在下一代的话会很棘手哈。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教会先买了3楼，那1、2楼都没有买，后来就跟他接洽，后来他愿意卖给我们7500万。那感谢哈，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已经快要完成了，只剩下1000多万。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到我们教会软体的设备，硬体设备你有，现在软体设备叫怎么去走？那跟刚才牧师讲的，我们那个基石都已经稳固下来了，可是要往上造。那造的时候是要靠每个，所以我们现在有幸福小组哈。那我们很谢谢就那个德恩兄从美国介绍整个幸福小组，来陪伴我们做一个训练工程。那8个礼拜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真的要实战了哈。好，接下来，那我们有教会跟各团契的主要活动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那这就是我们有38年的时候，我们设立了一个园游会让大家完成尽兴哈。那好，那这就是我们有义卖那我们再把整个马路给人家封路封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坐在马路上那希望接下来的45年或是50年再来封一次那有更多人来做坐在地上好来，那我们教会有办一些灵修活动，有去马武都啦那有去台神办一些展望会。那这至少更前的，我们有东源山的一个野外礼拜那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多的社区的朋友来参加。那因为现在是我们疫情期间我们希望说疫情赶快过，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那我们也会邀请社区的那些教士的那妈妈一同来参与我们的礼拜。那我们除了礼拜以外，我们也有去净滩我们2018年去净滩。那净滩的之前，我们先到洪朝庆他就要去做野外礼拜。那其实是说野外礼拜其实让他们请了一顿很丰盛的大家都很难忘做切操的也很谢谢他那他现在是我们的妇女团契的会长那我们也有办中秋赏月那我们赏月很特殊，我们是在房子里面赏月那自己做个月亮挂在那里好来，那我们也有运动会我们到民生国小去办运动会那让大家动一动除了就是说心灵上，我们的体力上也要有很好的体力，才可以为主做工好，这是2019年我们完了以后，我们有个大合照。好，那妇女及服务团契那目前教会活动力很强的一个团契他们有办郊游，那有办那个活动，还有办讲座那还有请我们的那个咖啡达人一张就是慧茹姐的儿子来介绍我们怎么喝咖啡，喝最好的咖啡好，那我们签团契就是负责华语礼拜的每个礼拜的那个练唱还有那个他们有办了很多场的福音茶会，还有密室逃脱的很多的很棒的活动。那社青社青虽然现在比较少，可是他们是教会的很重要一个干部那他们有办一些活动，有生活见证，还有家庭分享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人现在结完婚了以后，他们可以加入到社青来参加这个社青的团契那少年团契目前虽然是比较少人，可是他们那里有办很多的活动那现在很多主日学到5年级以上就可以来参加少年团契的活动。那主日学我们刚才看到那他们刚才有表演活动，那因为他们最近疫情现在很多小孩子特别因为学生会感染，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家长就比较担心那我们特别要为这些学生来祷告因为他没有打过疫苗，那我们特别请神帮助他们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赶快有接受到疫苗，也能够在这风暴当中能够很安全的度过好，那我们教会的严格大概是刚才已经讲过，大概一个顺序而已。那有空的话，我们可以看以前的那个再来看那刚才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有 Q&A， 但很抱歉，因为我今天没有带奖品，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先取消谢谢各位。好，咱这来准备心来奉献咱应答上帝的话啦咱准备心来奉献。
后面开灯。起立来用后面的诗。这是我来简单的报告。等下后礼拜有上者，请咱来用心来准备。咱今日咱举行42周年的感恩联合礼拜，安尼感谢上帝吼，伫这42年前的安尼对咱整个教会的恩典。咱希望咱每一个人会当有伊上帝遐来恩赐吼，会当好好来侍奉啦吼，专心伫来伫上帝讲。5月7日开始，咱献歌队有请专业讲师吼，来讲唱歌的技巧跟视谱啦吼。咱欢迎大家来参加呢。下礼拜有定期的中集会，请中集准时来出席。继续吼，确定咱上尾啊礼拜煞吼，咱有小组的分享吼，请每一组派一个人吼，来这个所在来分享。大概差3分钟至5分钟吼，针对咱旧年11月开始，到今年4月，已经有半年。互咱伫礼拜后这小组吼，看因有啥物心得，咱确定来分享安尼。分享出来的时阵，互咱后壁教会有准备餐点啦吼，那个西点。希望咱一个人摕1份，就摕转去厝诶来享受安尼吼，咱嘛当教会来用安尼吼。上元391首，上元煞，咱请丁牧师来祝祷。请阿头三角来祈祷。愿主耶稣天父上帝，你的疼痛甲所爱，圣神交通伫阮每一位的心肝头，互阮伫疫情的中间，阮的身躯勇健，阮的肉体会当平安，阮在座每一位拢会当出入会当平安。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请坐，别倒避位。咱继续来小组的分享啦吼，咱先请静怡姐，静怡姐第一，先。有够紧张的，我较会第一个红 Q。我们这个小组吼，我是内底上，阮草妹姐姐讲我上幼气吼。其实我是一只真的不太白的羊吼，可是我们小组里面的姐妹，我觉得每个都很棒。我咧课堂我咧讲吼，伊讲我喺信歌队咧唱歌时阵吼，我无一届会落高的。他说他把每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放在最前面啊，所以我长嘛情感吼，所以今天我看到他我嘛就拍谁，嘿，然后那个我们其他的那个姐妹就是，因为我是里面那个最值钱的哈，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多，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上的那个分享哈，他们都有他们的，应该是说他们有他们的那个信仰的见解，然后因为我经常我看板，所以因为搞我分享，所以其实小组里面就是要为比信主哈来红布那哈，其实我觉得是一半一半这样子，所以在里面我对除了他们对那个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就是在生活上的分享跟信仰上面，我觉得他们真的帮助我蛮大。而且我感觉讲，拄则牧师咧讲吼，讲咱是很精算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在职场上有当时拄到一寡人，尤其是些少年人吼，他们真的是有当时无信的，是真正足无信的，是安怎讲咧？咧唱歌的时阵，唱诗歌的时阵，也是咧祈祷的时阵，真正嘴拢砍掉的，拢完全无爱讲。就白太嘞，我觉得真的是蛮难过的哈，因为你若是有迄种受到感动，你自然心都会拍开。可是我没有感受到，所以我会觉得说，因真正也要互竞选到，啊无就是时间也要到哈。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目标，伊要带比信者来遮，真正有当时有迄个困难度。可是只要伊的心门有小可拍开了后，我感觉因真正会接受，因为我感觉教会团体内底兄弟姊妹真正是互相咧帮助、咧关心，好，然后真正有当下，就算他是陌生人，我感觉会当感受到，因为我们自己看到陌生的人，其实有时候看伊咧艰苦的时阵，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同身受吼，所以基督徒的心内有迄平安，我感觉迄是确实的。好，再来我就感觉讲，刚刚牧师说那个一个磐石哈，我嘛是有迄种感受，就是讲，
家里面如果有基督徒或是有那个信仰的时候，就像一只大船驶伫咧海门顶时阵，那个上帝的那种信仰，就好像那个锚的台语我不知道怎讲，就是那个锚，那个可以钉在海里面那个锚，我真的觉得是他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是有时候有当时咱有心内过袂去的时阵，我感觉迄种互咱的稳定较平安吼，迄是在别的地方我唔捌拄过。感谢主啊，就是这个小小的分享，我们才头一个，谢谢大家。谢谢。来，第二位请世金，世金。我是小组的小会长了哈。那今天在这边想说跟大家分享是说，像我今天，因为前几天晚上我有接到一个，就是我以前很要好的一个职场上面的一个大姐啦，就是对我很好啊，也安排我很多的职场的一些工作机会哦。那她突然每年都有吃饭啊，吃一吃，就要排的今年的时候发现说，她前几天走了啦哈。那我觉得很突然啊，但我就又回想到说，其实人生真的就是很短，那很急促了。那就跟那个叶文辉长老那个爱凤姐一样，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说能够在任何的服事上啊，在对待事情上面就不要等啊，就是及时起而行啊。那我们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说，像今天牧师也有说嘛，那个我们把这个活石建造起来，就要拼命再往上再把它建造起来，不要想说石头建好，地基建好，先回去休息一下，再来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非常积极运作的一个状况，来为主来做工啊。那这是我的小小的分享啦。那在小组应该说今年就这一年度啊，就小组上面的推动，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组是跟姚长老还有景昌执事他们一起的哦。那算一个是算中代的中生代跟松年的一个交流啦哦。那刚开始觉得怪怪，但是觉得说其实每个人在他的领域上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像那个景昌兄他在小组上面，他就发挥他有很多独辟的一些见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深刻的一个可以分享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啊。那姚长老呢，就感觉他是一个活字典他什么历史啊，什么地理都很清楚。我在小组上面才知道说原来这么厉害啊那啦那还有很多人啊，那还有那个王弟兄啊，他也是很幽默、那很风趣的人呢，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小组让大家交流了很多啊，让人更深刻的了解一下彼此。那我就是说，这个小组真的可以继续推动，进阶可以再往下，就是说，互相交换小组的成员上面，让整个教会都是可以互相的去了解，那互相的去认识彼此这样子。这是很好的交流啊。那今年来也看到建堂，就是说从我们现在已经从7500万那慢慢大家的努力，大家的一个付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状况下面，我们的教会已经慢慢的已经快达成我们的目标。这一切都在主的旨意上面来行走我觉得虽然现在有疫情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上帝都有他的安排在，那我们就做他的中仆，那继续为他服侍，继续为他做工，那我们就不用想太多就是努力的往前冲。那我们在这边祝福中心教会是那个42岁的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很荣幸，大家彼此来这边做见证这样子。好，谢谢。我们现在请佩如主任。我们这一组是叫蒙福小组，我代表分享参加小组的心得与期待。
我们依照教会每周小组分享主题，互相讨论。有不明白时，我们会请国语长老分享，让我们更加明白主题的内容。在小组里能更深入的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同时也更了解彼此不同的领受与想法。虽然每周只有短短半个小时，我们平常也会透过LINE的群组，互相关心组员的生活情况，彼此代祷。今年教会已经举办8周的幸福小组训练，培训我们如何做幸福小组。参加的人大致了解整体的程序及做法。目前我们教会已经有社区关怀站。我想，教会要开始幸福小组时，我们就要耐心与锲而不舍地邀请社区班的学员来参加幸福小组。所以，我们要与社区班的学员保持联络，互相关怀。例如，社区班上课时，我们可以分享诗歌，不定期的举办郊游，或是简单的庆生会及代祷，举行社区关怀站结业式，分享成果及联谊。借由这些活动，与大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上帝赐给每个人的恩典都够用，我们聚在一起就像一张拼图，每一片都很重要，最后拼出一张幸福小组的拼图。透过彼此包容与学习，一起成长改变，让更多人成为属灵的伙伴，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简单分享，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文章兄。大家拢平安。我今日来做迄个吼，是讲我一人倒去。从2015年，我人都毋知影。我即摆教会邀请我已经好啊。伫2年前我已经停请啊。但是我即摆讲话还无正式。咧讲，有影拢会迄落。是2015年的时阵，我倒去了。我人拢毋知影，有真侪人甲我笑。我知影，一所在所在，我拢有迄个有意识，但是我毋知影袂晓讲话。这2年前，叶长老咧找我的时阵，我会晓讲话。2年了，啊，真就安尼，我就恢复了，已经会使讲超7、8分安尼啦。但是我还佫无法度讲过真好势，但是我嘛是真感谢上帝，互我一条性命，我会当活落去，我会当佫起来，伫基督教会咧迄度，我嘛就迄落拢总有法度人处理，但是我的人，已经毋是安尼迄落啦，我嘛是感觉讲我失去了后，人倒去了后，我拢毋知影啥办。到我精神了，我知影讲啊，上帝正我，上帝咧照顾我。我才有法度讲今仔日大家倒回来遮，因为我住的所在真远，爱去坐车，我嘛捌坐车真远，还有来到教会，我嘛无法度迄呢。头一摆来遮的时阵我毋知路，找路啊，我嘛毋知影安怎样，但是我
家己我就行，安尼行后即到教会安尼，吼，真感谢主，吼，大家拢有我都真好来帮我真好，吼，但是我袂晓讲这迄落，吼，我嘛无法度迄落，但是我嘛是安尼，吼。大家拢有甲我真欢喜的，对，真来互我感谢主，吼，就是安尼，多谢啦。我想说，真正伫文章上吼，会当看到真正上帝吼，伊会真正足奇妙的作为吼。10年前不要讲我要行，啊，即阵你看。会晓讲，会晓行，搁会晓拍乒乓吼，真系无简单，这是上帝恩典真大。好，咱继续来请楚楚姐吼来分享。我这样高一点哦，可以想象吗？我头头咧想，我们教会42周年哈，第1年的时候，我跟我爸爸都来家做礼拜啊。那个时候我才20岁，妙龄的20岁，可是我现在啊，哈哈。我们要感谢神哦，这42年是安怎照顾哈，安怎互咱教会安尼一步一步哈。好，然后我的20岁也是就这样子没了，可是很感谢神哈，在这么多年，啊，太好了，感谢你们的夸奖。嘿，好，我们这组叫彩色人生哈，因为我们这组的人员都是彩色的，因为我虽然无尽生殖是。我们知道彩英姐也状况哈，可是她说她是彩色的人生。但只要某叔牛，某叔前阵子他也身体不舒服哈，可是也灵性嘛是拆写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彩色的，虽然有拄到加困难、加最困难的代志，然后很多的试炼，可是我们都这样熬过来了。所以那个灵性是拆写的，所以我们这一组就叫做彩色人生。那我们这一组有一个超级的那个带领人的无执事哈，所以我们这组常常会有新的会友进来，然后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感受。然后呢，我们的组长希望我们教会也能够多一点，在我们新进来的会友上面，我们也能够多一点尽一点心力这样子。我干嘛？小组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对方的不知道的那一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所以我觉得小组很棒。OK， 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接下来是泽博上来。那我这一组我们取名叫做福气分享代祷小组啊。那其实就是我们组员真的分享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最人生中最怎么讲那个精炼的那个智慧分享给大家哈。那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非常自由，就是没有未必按照那个蔡长老的给的题目在分享哦。那就是有的时候是牧师，就是蔡长老或牧师讲到里面的一个点，然后就触发大家。的分享，那比较多是生活分享啦，那也有一些灵性分享，那就是，但是这灵性都是让我真的就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每个人我们应该真的都在小组里面的这个分享是给自己一个操练，就是包含你的生活分享哈，然后还有你为别人代祷这样的能力，对啊，那我也非常感谢我在小组里面可以得到一些造就啊，对啊，就是那个主要是就是可以跟这些我在里面是算是最年轻的，那所以跟这些长辈互动，我觉得真是扩张我那个生命的境界这样子。非常谢谢。接下来请保鲜是你吗？不是，保鲜组有人要来分享吗？不要，你点留了分享一下。
要紧，咱简单几句就使嘿。我毋知影今仔有要分享这真歹势，临时甲我讲，我是恩典小组啦，哈。宝先是我们小组的组长，因为他在之前有一些，跌倒啦，或者是说家里有一些好像需要他照顾，他比较没有时间，我就代替在这个恩典小组里面。好，我有气喘，歹势。然后呢，我们这个小组基本上我们是注重于说牧师讲的道的主题来分享。好，比如说今天讲说，教会是一个活石，我们都是石头，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发展，就是分享，这样分享。比如说今天的主题是这样，我们就会检讨自己的生命是否合神的心意，然后彼此之间的关怀是不是有做到，然后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可以提出来。有需要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鼓励代祷。重点是这样，小组就是要带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能够来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忙辅导，让他生命能够进入在这一种神的境界里面，是这样。接下来还有2组啊，一个青年男、青年女，然后请青年男、青年女，或者要合成一组也没关系，谁要代表来分享？政委是代表嘛，好。我们那个青年团契啊，就是我们都会以一个主题，就是每周会有不停的主题，像有时候会有查经，然后有时候会庆生会，然后有时候也会大家一起玩桌游。那在这些主题结束过后，我们都会分小组。对，那我觉得小组就是像刚刚前面的弟兄姐妹有讲的，就是小组可以，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找不到适合的人或者适合的对象，或是没有太多时间去跟人家分享我们心里面的里面的话，所以我觉得小组非常好，是可以在比较少人的状况下，在比较隐私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分享自己平常可能没办法跟别人讲的事情。那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可以，大家可以彼此互相的带导，然后也可以聊一些比较内心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小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跟分享主爱的地方，跟大家彼此扶持的一个地方。对，谢谢大家。还有是没有了哈？我想我们教会现在有9个组了哈，9个小组了哈。希望我们这个小组能够继续的一直延伸下去。但是方法或者说组员是不是有改变？我们在讨论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决定。小组之后，现在我们也有小组之后，现在我们也有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我们是8周了，就从2月到4月已经大概有一个阶段了就是大家受训完了。现在我们就要实际的去行动。什么时候开始？等我们就像他在那个讨论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现在一家，就是很轻松愉快。然后怎么去破冰，怎么做见证，怎么去分享，然后把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然后跟我们的朋友介绍我们朋友。希望我们教会开始在这个软体上的增长的时候，能够大家能够尽量上帝的恩赐很多了就是我们恩赐要怎么把它发挥出来，这样的话会甘甜因为我们的所得的恩赐就会
更丰富这样。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努力了哈。43年之后的话，我们教会应该有很多的事工要去推动哈。希望大家都是那一块活石哈，大家能够把这个活石建造这个活石，能把它茁壮，更茁壮这样哈。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等一下就要回去的时候，请大家各拿一份西点回去。等一下请那个小会员哈来前面好，然后跟那个盛和兄的外甥女哈谈一些事情这样。请小会来这样哈。我们这边做一个饭前的祷告了哈。慈悲天父跟圣灵，感谢主你的恩典，透过做牧师的从你那边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教会能够成为活石，能够把你最好的，也透过我们能够传到我们的周围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真的神，就是他的救世。那这个美好的福音能够普遍传到每一个地方。现在你又赐给我们的粮食，能够透我们的粮食能够在身体上能够得到有益。这样求祷告，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咱教会吼42周年本来要请咱吃大餐的吼，因为大餐吼无去比小餐，小餐佫无去比餐盒啦吼。所以咱每一个人摕一摕了吼，咱大家到翕一张相，是12周年的照片的，因为咱伫50年也要再播一次吼，才知道说你今天有来吼。现在摕了，咱来外口翕一张相吼。